再来看高雄市的高山山路有3公里的路段哦，因为电线还未地下化，有议员就指出讲附近哦4档就跳电27摆，互当地民众是真困扰哦。也毋过台电是表示讲今年的经费有困难，电线地下化的工程爱搁等。 工程人员也定期甲树尾锯掉，修整好势了后，就要先将这树仔再走，替电线地下化做准备。高山山路这3公里长的路段，甲打电线也未地下化，边仔树仔大丛，搁常常有狗甲碰瓷来乱。对2020年开始，拢总跳电27摆。附近民众讲，干那手电啊，都爱加传骨路机放伫厝内。逐站楼拢有准备就对啊。系啊，你逐站拢有准备啊。啊，你也想人进做尔遐，话海军也毋是拢起到遐悬啊，对无？啊，遮伊就讲什么地销。 袂使地销啊，是啥物？有一个啥物弹药库上面会。那边真的必须下定，你看3个月有办法跳停电8次，那其实对当地社区造成一定的影响。高山山路的电线地下化问题，对1807年就开始讨论。不过因为车路下面有超过7米块暗坑，电线无在掉坑。去年台电有甲相关单位去现场会勘几落摆，最后决议要先伫其中一段建经路到新疆路这段人行道来做地下化工程。不过这个工程即摆因为经费的问题也有变数。决议在建荣路到新疆路区段改于人行道来进行电缆地下化的工作。 但是为鉴于本公司的财务状况非常的严峻，今年3月起都暂缓相关地下化的工程。台电今年原底要补助2000亿的预算，因为地法院无过，居民希望的电线地下化工程可能要搁等。台电表示，现阶段有加强当地巡检、树外修整、甲电线套管做保护等等，希望会当减少跳电事故。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永昌报道。